春天亮星星，热天强悠悠，秋天风啾啾，寒天冷飕飕。人生唔错有烦恼，乃是无行了呢。哎呦，今明日一开始，先生就按头发老眼的动有感触吼，今日看到呀，安尼好晒，嘿啊，好山好水管都有感触。好冇？嘿，甲安尼客家甜食嘛，一落一下，一洗脱你就好了。看来，看来有进步冇？嘿，饭松定烟，好冇？好了。夹中定烟。过来呢。我向下定福。享没享，哎，是享福哎呀。享福，老师你丑音。再一次。不用这样，老师这个很好，也可以过吃盐。先生刚吃到安尼客家甜心，哦，老安尼出了研究，或是安尼讲客家话，安尼有进步冇？当然有哦。有哦，哎，观众朋友，甜心有进步哦，有经过安尼齐先生会监听的哦，慢慢都会进步当中啊。好啦，今明日来到咱们这边喽。糖豆上了。公平的相爱，不再是一个人傻傻的等待。我也要爱相同的对待，好不好？拥抱我，别离开。你刚刚唱的拥抱，我真的就拥抱了。你的声音真的会吸引住我哎。那个是我的歌啊。对啊，但是结过婚的女人这样子好吗？大嫂不要打我。对东爱任务哈，相同我的出任务。对，海角七号我看过，不过今天来到这边你就没有更便宜的事了啊？真的吗？来到海角七号来到海军这边就还是一样要出任务。来到这边不是来这边吃喝了。我让你吃，我想说我最近压力很大，我要感谢这个贵单位啊，我感谢这个客家台带我出走一下。最近压力太大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宣传对，男人太难啊，男人难当啊。不是男人太难。好，今明要出呢。好哦，哎呦，任务课出任务了。做民工啊，勤快之人汗水多。上萬人，看皮神。上萬幾人，看皮神。就是勤快的人流汗多，汗像衣服一样披在身上。哦，所以要做一个勤快的人。对。来，笔帮你准备好了。哦，开始。这个地方，猫头鹰，没有条条，没有条条是猫头鹰。好，直接来去猫头鹰，我们先去猫头鹰啊。嗨，今天的任务啊，都係老三萬個人看皮神也計劃有關係喏。這個任務啊，面向先到嘅貓頭條，提點咗啲貓啲嘅貓頭條生態農期。到底有乜嘅任務啲嘅點面向呢？嗨，你有没有看到眼前这些彩画？彩绘啊。发图啊。没有条条啊，发图啊是什么？没有条条，发图。你那个是画图啊，原住民加客家话的腔调，法图啊。画图啊，画。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个左右护法。一对恩爱的夫妻，我们的客家乡亲呐。没有条条门神啊。没有条条的条家牛。条家好。大家好，香乜嘅？我香番。呢個嘅專家香番嘅兩公婆，是發現你老粗熟嘅貓頭條叫上來，係用貓頭條做主題，教大家 DIY 彩筆喲。嘅貓頭鷹。生態農區係用版來嘅，用嚟開發出來嘅。好，但你戲頭呢係牙太太。太太啊？佢細細嘅時間都親好貓頭條，從我哋做事做落以後，因為中醫太低頭。92大地震。文化太好，留嘅實踐大學，有派嘅學生嘅來呢邊做最後嘅物種調查。意外的發現。
我们这边是全省单一乡镇里面猫头鹰的族群跟数量最丰富的地方。最因为太体同意去来做下调查讲，你的田野的资源对，安多，希望讲莫聪明别着安尼，人民的人数本地数量越来越少，尤其是你政府当年就那过年以前我发现白露出了，个苗条条的10分之一系露出的，个露出的10度露出了忙时的时间，本安尼苗条条也系要破10度的时间，佢身体会引来引了，佢生个卵后会引来引泡，所以佢数量会引来引少。虽然你听得懂吗？有听得懂，听得懂哈。数量会越来越少。所以老板才有一个作用，是，多积阴德。对，多积德，少的，积阴德，积德，少用老鼠药，用老鼠药，保护猫头鹰。是，也因为讲你发现了你的资源很丰富，我就希望讲大家就保护俺的资源，所以我就都研究讲两个聪明老流工俺的茶叶。我哋转去，岳父留给他的茶园呢，那转去来搞生意呢，比人参苗头条，沙比有个好吃的观念，所以研发出了彩绘的部分，本地有酱的味的，做好以后像叶子，前面困好诶，你看脸呢，做的准做拍脸挂在胸上。挂在胸前，伊转去看到安尼纪念品，伊都想到日来过了会提高佢对了了社会爱护的保护个观念，当作保庇用的，当作是宝贝一样。真係去動有愛心的調價哦，按到嘅苗條條嘅裝飾品，都嘅調價老調價用嘅心血啦。鐵管嘅任務就去學來比，看萬人畫嘅苗條條畫到清好，萬人就贏哦。你也開始了，有限什麼？都聽咗哦。主要的材料當方便因為你要注重環保所以我原料畫上去以後，唔是這個噴亮光漆。所以說，萬一生人呢有長到的話，水洗洗就強強利利。不過畫上去的時間，原料唔會褪色咯好，你也開始了。哥，你又聽得懂了？我聽。那你今天來到底要幹什麼的？來試驗啦。兩位愛認真畫哦，老苗條條畫神父係有優良嘅哦。係講條拿嘅部分就香港上畫；係講畫都市老熱就向下畫。條講用講，別愛走，顏料愛盤，還個顏料愛先提報紙行調好哦。日頭就見畫見學客家話了。任務客家任務學客家咯。老師，我們一起來學啊，觀眾朋友。你們繼續寫過來看。寫過來。好來，大科學講獨木衰。獨木衰。你是屬當獨木衰啦。你是屬當獨木衰。你是屬當獨木衰。你是屬當獨木衰。也就獨木衰啦。大瞌睡，獨木衰。先生睇過伊咧，獨孤。獨孤啦，咩樣講啊？嘛係客家話。我正統嘅客話就係講獨木衰。獨木衰。獨孤嘅學落法來獨孤啦。是獨孤啦。我的錯啦。過來咧，今日主題哦。今天主題。嚟，苗條條。苗條條。苗條條。呀，係這個做乜嘅東西？畫圖。畫圖，我們要用什麼東西啊？要用到什麼？顏料我們這個顏料是水彩水彩。所以水彩我們講水彩。水彩。好，貓頭鷹，在什麼時候出來啊？晚上。晚上。安布條。
安普屎也可以，安普屎。安普屎。哎，哦哦，这边特别提醒哦，特别提醒，大家客家乡亲哦，今天晚上啊，我们在讲安普头哦。今天晚上我的安普鸭。今天晚上中午的讲安补条，要讲安补鸭，嘿，安补鸭，嘿，按人讲法片，你要抢饮食饭，你中午在讲，那安普头抢饮啊，跟当然安普头要抢饮。哦，安补鸭啦。对，你要讲安普鸭抢饮食饭，你们安普头抢饮食的大安普的。那你每天都要请人家吃饭？来，天黑了呢，团服啊？团服？哎，晚上就是完全暗了，团服哎。哦，天团服，团服，哎，团服，它的字义就是完全暗的，完全暗的。哦，团服啊。过来，那天亮呢？天光。天光。天光了。天光。天光。今天都是鸟，有关于鸟的嘛哈。对。鸟的鼻哥。鸟的鼻哥。样哈。鸟的鼻哥必有样。啊，必有样。鸟的鼻哥必有样。哎，哪个意思嘞？哦，所以鸟飞过的地方必有影子。对啊，我们不用看走过必留。我们不用看那个鸟这样直接飞过，我们就看到影子啊，影子留在地上嘛，这样过去。所以鸟飞过一定会有影子嘛。哦，那也就是什么意思？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尤其做坏事的人不要做，做了以后一定会留下东西，这样让人知道。鸟的鼻哥必有样。老师，还可以吗？很不错啊，很认真，很认真哦。还可以了。两个小小兵还忙做衫服，大家来做。大家来做。蓝色的衣服要记得。所以还可以啦哈。很漂亮。差一件蓝色的吊带裙啊哈。哦，我要给迄身模的，所以要做裙啊。我哋动物税嘅。肌肤好。动物税基本上嘅苗头条可以戴木匠哦。可以戴木匠哦。大家你来撞一下戴木匠嘅条嘅，它有康门哦。好。好，明雄的最漂亮，为什么？哎，好喝啊！好喝啊！对，怎么这样？我觉得我不想的月宝，我觉得这可能是吐，赶快吐，有错对不对？吐，赶快吐。虽然这样养，但是你的肾就是。好，明雄的最漂亮，为什么？你看呀，标准型的原住民图腾都出来了啊。哎呦，人家原住民嘅朋友啊，这个系当有艺术天分的哦，恭喜明雄轻轻松松就过关嘞。唔过啊，我图等下去男神啦，天关嘅演舞地点吼，系伫蚕宝宝农场，保证俾人汗流满落啦。看就是知道。大人。产业专家涂前面，其实人年嘅学产嘅经验，成立了蚕宝宝生态教育农场，我本台湾嘅小朋友都做得看到中华蚕丝文化。那是西班牙阿宾果。哦，罗多亚个地方嘿，松树田。桑树田。松树田，提来位啊。哦，係啦，樹田吼，你外山高地考，該向高呀高去。要咩人路卡嘛？係啊。啊，生態教育產業農場啊，提地杯咩啊？係啊，唔係高呀木嘅背項。都要木嘅杯。對。還有傘啊，還有傘啊，來看啊。有松樹田啊。是真的呢，松樹田呢。鬼滿的呢。哇，綠油油的。爽嘅飲嘅。一成錢啊，講下，因為應該講爽嘅啦，如果呢CM點樣講到爽嘅去啊，係啊，佢條解講可能係幾隻字啊，較爽有啲爽啊，桑葚，係啦，嘅爽嘅字啊，哈，有啲爽啊，爽嘅字啊，係啊，蠻秀，是蠻多，楓葉當中的，我來叫楊威鳳啦，還有長，
时间到些的不？时间到了还不能吃啊，你听懂吗？要变红变紫色的。他说老板说时间到了就可以吃了，这还没有，转红就可以吃了啊。哎呦，明兄，唔记得来嘅下午拄好哦，冇失落啦。天管嘅任务吼，就会爱必须20分钟之内，每只嘅上叶千度。像嘅人爱是养生上叶茶，所以人就是参沙茶，你就可以参咩我試嘅茶哦。喲，唔過你執之前，我先來學一罐嘅客家話啦。酥味，酥味，酥味，好，底下的那个草哈，臭味，臭味，臭味，对。哦，过来呢，鸭背，鸭背，对，鸭背，鸭背，叶子，鸭背，鸭背，那个平面剪哈，哦，要烧火嘛，要对，火烧，火燒，应该烧火了，小火啦，你讲烧火开后，火烧变火灾了，哦，烧火了，小火，好，这边的一直你看有的浇小火，浇水哈，嗯，水淋，水淋，是浇水的水，好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哦，愛定，对，俄式，还有俄式，這個愛定，翁鳥，哎，翁鳥，嘿，那我们人呢，一定要有个地方拉嘛，不可以像蝉在上面就随便拉，對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啊。偏瘦，哎，偏瘦，哎，哦，然後昆吉用啥必須咯？哦，來必須哦，來，用一下，對好，阿明哥，條家，你話執啊？要我炸哈，像迄個炸茶咪適的時間啦哈，煮兩個最嫩的煮最嫩的冇炸，我炸兩，像兩一年就炸兩皮，2年就炸個兩皮。哦，這樣鹹我定去炒，對，你全部設定的時間要50度，做乜呢？因為講到鴨你要只有水分冇養分啊，哦，難怪。蠻要兼甜按叫啊，你嘛，嗰個講個皮粉蠻爽脆啊，那邊，哦，所以很嫩，所以講呢一般都唔會炸嘅。其實它已經成為養分也都在這裡，對，不要綠，深綠。對，好。哦，小顆嘅鑽石嘅皮還可以做的，呀，都做唔到。好，來定。但是炸個強人熬太就唔得散哦。啊？嫩鹹冇熬到。哦，冇熬到啊，熬到熬到嘅時間，如果團咧，如果這個變牙就較難。跟我們採茶葉又不一樣啊，我們採茶葉啊是要那個採那個心啊最嫩的地方啊，用桑葉。啊，這個採桑葉就要採它下面成熟的地方。對，最成熟的地方。你了解嗎？這個嫩的不行。對，而且這阿明哥說不能折到。折到它就不會再長。對，就浪費了。要小心啊！你要小心哦，真的。你會喝到，你會喝到那茶大便。我會喝到那個桑葉茶，你烏鴉嘴，快事！哎呦，大家看一兩啥哈，幾認真啲食啊！家下專家講過嘅重點吼，要注意哦。哎，一用兩個老人家咪講你怎樣呢？看來面相吼一種不一樣嘅呢。這個我嚟做。好了，這夠了吧？哎呀，面相哥，看佢地地滾一樣嘅，一下就請阿面哥來念書了。哎呀，真勁呢！恭喜面相勝利嘞！有有是才沒我是泡的茶嘞。這個都沒有寫誰對啊，什麼茶？阿明哥，萬一你知道哪一杯怎麼辦？你看哈，那個用皮來做可以嗎？對，第二就一下第二皮的皮，都係互相搞彎，彎的皮，皮，有嗎？也沒有臭臭的，蠻香的呢。應該是這個吧。那你吃看了？你聞沒有？這個比較淡。比較淡哦。比較像茶嗎？跟這顏色比較接近。比較接近。然後味道也蠻香的。那我聞看看。那我聞。你的鼻子是正常的嗎？我正常的。
怎么2杯都没有大便味？这很香哎。哎，这个很清香啊，也是很清香，虽然很浓，但是很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这个蛮清香，有一点点桂圆的味道。那我选这个比较淡。好，喝看看。你喝看看。啊，哎，好喝啊！好喝啊，换我了。嗯，对，这么看我觉得我不祥的预感，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个大便草。吐，赶快吐，很臭，对不对？吐，赶快吐，好香哦很！香哦。哦，对，还没有够。对，那你都是啥？嗯，这样哈，嗯，按你虽然冰洋，但是你的肾都是嘞。俺是的是，俺是的是啊，哎呀，俺这是的是啥？人家结拼的哦，啊，不过哎，哎，很好喝啊。很好啊，对。老天爷还是眷顾善良、可爱的人的。爱讲面香啊，这个线呢，做唔得怪骗人咯。参沙茶其實咪係好茶啦。喺中國嘅古代嘅電視地位有記載，參沙是佢對養生當有功效嘅哦。外國嘅任務還蠻結束哦。比賽睇早上夜，日哋兩個下落阿明哥學做手工參絲皮，看你中藥，我先來學客家話。被子呢，按讲皮，皮，哎，愛啲皮，哎皮愛用嘅皮是苗栗嘅皮，哎，美丽的皮，没美丽的皮，苗栗嘅皮，美丽的皮就叫苗栗嘅皮，还有流鼻涕的屁，被子皮，哎皮啊皮，哦，被子。水木，哦水木，哎水木我改皮，睡觉，水母，水木改水木，水母嘿，等下你要做了蚕丝皮哦，我睇嘅来，来哎来，來，来，你摸起来是不是软软的？對，很软很软，软软客家话的，软软軟軟软，軟，我看下来，軟，软软。好，哦，以后这一段困难哈。哦哎软但是呢，你看它软哦，嗯非常韧，哦，對，很韧，哎，還蠻堅韌哎，韧打唔快嘞，韧。我们这样软软软，哦，这真是苦了我觉得讲这2个字好可爱哦。你。你的鼻音的东西你很少啊。好来，这个东西啊，可不是一下子到这边来，我们蚕丝那些还煮过了。還要煮还有我過，们煮。咩講棒棒啊，就好嘅哦。哦，没有，没蚕丝的清茶拿的棒呢，还要煮过。不是抽絲剝繭之後就把它理一理就可以了嗎？哦，冇咁簡單。煮哦，等下調教俾人小記啦，嗬，可以嘅。煮東西，煮東西，哎，煮東西，煮東西，煮蚕絲，煮蚕絲，煮蚕絲，哦，煮蚕絲，好，那煮的時候呢，一煮要攪動，哦，要攪拌，攪，攪，哎，盡煮盡攪，哦，盡煮盡攪，快煮快攪，一面煮邊攪，哎，哦，盡煮盡攪，盡煮盡攪，煮盡攪，哎，好，邊攪，有嚟啊，嚟，然後睇下咁樣嚟咯，哦，來，來啊，洗手，來，來啦！哎呦，这样哈，就是这样做国条风哈，来一阵，耶，啊，来一阵，哎呀，各位这样印春人出来，印春，然后标哦，无标冇变到一袋也要困起咯。哦，迎春哦，迎春呐，哎呀，印春人出来哈，哎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这还可以救吧？哦，甜心啊，唔使在韓文咩水年咯。阿明哥講嗬，天鋪愛先撈蚕絲皮來比鬆來比圓，天鋪就會洗沙腔下，將無腔嘅盤土一層層嘅撈蚕絲貼上去，各位將來檢查皮骨也拖出插子，撒下來愛整線，各位撈皮蛋立上去，前面就用線嚟來固定起來，安尼就算完成了。夜關未恭喜面向高官嘞！寒天受涼皮，寒天受涼皮，啊，寒天，紅天啊，寒天啊，紅天，寒，紅天，哎，紅天，
舌头上来。旱田，旱田收两皮，秀两皮，秀两皮。一田收当中，一田收当中。旱田秀两皮，一田收当中，一田收当中。应该这给付的是按做1万块哦，1万。真紧哦！当苦的时间哈，真紧。旱田的收两皮，因为这个流行琴身上啊，1万9啥，过2皮啊。对呀。哦，该旱田时间采光的。他有认识的一位朋友，9个人盖一件被子。那刘兴清先生的漫画，画漫画的。哇，可怜的。连上啊，就摔全部搭脚头上摔。哎呦，真给有见过嘢哦！对啊，腳頭上，就頭拿香料，很多大腳頭，食材採購，全部10多一當床，嘅一天有收當中，什麼本本的表示，夏天被蚊子，如果少那个蚊帳的話，就會被蚊子叮。冬天要冷死，夏天要被蚊子叮死。哎呀，好可憐呐！好睇6個年兒，下一站就係重頭戲了，也是個阿明哥嘅秘密基地。家看到嘅參視片啊，就會第一片編出來喲。哇，真的是，这拉得好平哦，这个面剪，就把平面剪呐，平面剪有夠。平面長夾的哦，平面剪，平面剪，那个是人先拉过吗？沒有，是不是？但是茶梅切嘎都會凸哎，用不平啊，涂得非常的平哎，船放下去是拿去吐絲啊，太厲害了啦！客家的山歌吼，96%都是情歌。阿妹啊，看到醬油醬，心中暗想就唔敢上。糖多火花筍就水呀！啊，千無萬人啊，上去唱誦啊，哎呀，唔會難，唔會難。但是茶梅切嘎都會凸哎，用不平啊，涂得非常的平哎，船放下去是拿去吐絲啊，太厲害了啦！還有草莓呢？茶梅哈，新葉講咧差唔多1錢1都前1公尺，新葉就全部凸出來，凸出來嘅茶梅哈，全部都啊就鑿掉咧，鑿到 PVC。做 PVC 變到變花絨，花絨用嘅作用。反正都安尼時間一天嘅作用啊。當然啦，你阿飛主講，我啊就你阿哈目前我就專門做皮，就煮糕比鬆皮就做得難吃。唔講一個大條嘅好嘅時間計。對。拿烘一來。白皮來嘅時間就。煮2點半鐘，等它涂好的時候，它把它撕起來，撕起來，然後再去煮1個半鐘頭。它提來煮啊？我都揀我幫佢有就開鑊嘅。哎呀，幾快煮啊！哦，壓出去了哈，壓出去拔下來了。對，哎，煮的就變這樣子啊？不，這樣還蠻時間拔下來。對不對？讓它死香了，把那鹹香。還沒煮嘛？還沒。忙煮。就還要弄乾淨。上面有大便的先弄乾淨。煮在哪裡？怎麼煮？大家應該當上地做乜嘅不安嘅嗬，比如看參嘅屁時，阿明哥是神也冇水冇，將研發出平面剪。阿明哥講，將開始攞參嘅變到平面版嘅時節，參嘅都冇屁時，改面才發現，我先本佢也得熬尿，才會開始屁時哦。哎呦，面向家做創業，攞來參視皮，看行出嚟唔拉到，家下做參視哦，保證本看流麥落個。土太公，起來耶！哦，在哪裡呀？哎呀！哇！哦，這邊就是煮蠶絲的地方啊。煮蠶絲還要經過一道迷宮哎。要水滾咧哈，然後鍋都打開來咯。啊，水滾的鍋要打開啊。打開來哈。都開。休息咯。對啊。哦，很滾咯。是哦。哇！
阿明哥讲，前面见伫落水之前，要先将茶骨粉、老苏打粉，当做的拌蚕丝变到较软，咪当做的老底部嘅膏子完全嘅洗脱。另外，比到唔会拌蚕丝流出嚟嘅线头，缠到向下打结，还要先用布诶，老蚕丝包起来，当做的咯。是泡水。小心哦。那些人冇切落去哦。冇啊，去哪天冇放在天里面再挑啊。对啊，用茶具里面那个。我来了，来来嘞。要很小心的压啦，不要戳破它。请教一下吼，就按菜包底部安尼，可以煮一道菌啊？可以煮酸碱。酸碱哦。酸碱，差不多28公斤到30公斤。所以天来风也全部都可以煮。可以包一个床。你包冇天窗，冇天窗。不一定因为加个土油盆油泡。对，所以啊，冇办法嘅。当然，咱们去煮啊，哈，爱按到脱胶的嘛，爱脱起来多啲，爱脱起来100公斤，有一些软就要脱起来35公斤，就唔见得35公斤了，两位啊，我看认真地会教哦。煮好的蚕丝啊，用水浸过洗清来，就做人拿出来表面走嘞。哇，有吃到冇？也一堆一堆嘅蚕丝啊，吊起来，喺空中飘啊飘啊，係咪當像一縷縷嘅白雲咯？其實蚕絲命起來嗬，真係係又軟又舒爽呢。明雄到也都冇本出動到看好。天關順利通過，接下來第3關，當個下定係疏通嘅，也要去乜嘅任務咯，出發了。哎，都了。问一下那个音乐人啊，你也是音乐人呢？我也带了。看，我们互相飙一下吧，跟他飙一下。飙。他声音是不会被干扰的。不是，我们这样要弹多久啊？师傅有练过。饿了，我要吃饭。他都不开口。怎么唱的？阿公，哇，你没叫啊？大家好听啊！哎呦，第3關嘅任務就係要體驗做疏通嘅反正。疏通嘅專家黃子飛是談國寶級嘅人物，自家學會做一體成型嘅疏通嘅，佢前後嘅就係愛顯嘅老創成果啦。天空那落水呀，阿妹呀，海港里我来到水边，哈水呀心有情，爱唱水中，秋来秋去。嘿，这个山歌哈不能这样唱，这一首山歌不能这样唱。你知道唱那个鱼呀在水里游来游去，这什么意思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客家的山歌哈96%都是情歌。听他讲，阿妹呀看起来讲又讲，哦，相愛啊，心中暗想就唔敢想啊。咩？行到河邊河巴順啊，行到河巴順就水呀。哦，行到河巴順。你要情歌，你們咧係咯，當精彩部分對吧？係佢心中暗想唔敢想，啊，千無萬人啊，想去唱誦啊，哎呀，難又難啊，唔會難要，唔好講難要，能量啥？出彩歌咧啊！能量啥加起來上百歲。秋開啊，當然的羅伊看那是呀，安尼嘅翻真啊。好。羅伊啊，皮大爺。你看，羅伊看。又重，太強。哎呦，天數咯。皮大爺呀，羅伊。來，阿哥。來。來咯，來買翻真哦。哎呦，大家來買哦。我是嚟翻真哦。呀，個上邊翻真啊，有乜嘅無腔用嘅啊，小雞幫我哋觀眾朋友，幫我哋民雄大哥聽啦。
两个反正啦，吼，呀，仲係用乜嘅書嚟做呀？呀，仲做按那福參去做啊，呀，摘些摘個做按那熱參，熱參哦，一本參嘛，嘿，呀個做按那唔同，呀種唔同，哦，呀三樣書嘅啊，吼，真好玩啊，吼，特別香，特別好食，太加濕的，就會長壽，哦，身體更健康。是白色。阿公做嘅反正哦，大體係用呀3種樹葉來做雕刻，對設計、大腦、裁切，仲下係自家來。阿公係強調哦，現在愛買樹頭嘅來做反正，冇用樹身，睇反正愛買到15000的元呢。當到台北嘅太傳堂都會彈弓接到一片來聽哦。看睇製作過程，面向啊，忘唔了。我們剛才唱了一首歌啊，裡面很精彩，很多東西啊。第一個下雨就是怎麼講？落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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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空啊，落水，哎，錯唔錯啊？錯啦，落水，落水，不管，再來。過來，阿哥、阿妹，這可不是哥哥和妹妹哦，是講情哥情妹。哦，情哥情妹，稱呼是對方情人的意思。情人，對。好，那一首歌裡面還有很重要的生物在裡面。哎呦，那魚。哦，魚，在水中秋來秋去。哦，就是魚。還有鳥哎，這鳥哎，飛來飛去，飛來飛去。鳥兒飛來飛去。哦。哎呀，有迷哎，有迷哎，有這是蜻蜓。蜻蜓呢？哦，蜻蜓。過來，賽神。賽神。這是蒸飯。哎，要沒賽神的哦。沒賽神。賽神係跟太陽跟賽神房哦。哦，那賽神房，賽神房，那個房的啦，哈，個房。賽神房。哦，然後在製作這個翻蒸的時候，有這些程序在哦。阿哥，你講人名啊？阿郎講做了翻蒸啊，可以皮機啊，先機，可以皮布頭，用布，哎你啊，三檔行啊，我切到一節一節的轉來，哎你將拿來用錄一轉轉線，轉開來一張機機好來一張。拿來用刨嚟去刨刀啊，刨皮啦，要不要削？削，刨削，係啦，刨削，要倒嘛？要斬，要倒數的嘛？那就先倒數的呀，莫倒數的有冇用嘛？面前就先倒完哈，先倒數的，砍樹磨啊，磨邊啊，磨啊。我呀，我腦皮啷做咗刨皮啷，刨皮啷啊，係啦，剁落去就粗咧，啊唔好剁啊，冇個剁咧，係你粗剁啊咧，呢嘢就用刨嚟刨咧，哦，刨皮啷，哦，阿公就是光這個有個鹽刨，把他的一生交給你，對，通步刨。睇過日以內的觀察，阿公嘅人生就留入反正輕輕的連腔下嚟。因為阿公俾到演舞下，特別先整好弄翻一桶，我搶睇顏色。哇，很像人生咯！唔過當然我寫好似先生嘅老古演義啦。嚟看下萬樹了，萬樹了，出木香，出木香，哎。奶弟啊，你這個，你看呢，要師傅就是師傅哈，要慢慢的塑料哈，你那個塑料唔係咁好，唔過佢真嘅要真功夫哈，個師傅啊是做得能做得好，所以出木香。就阿公安呢？哎，這萬樹了，出木香，來講一遍，萬樹了，出木香。哎呀，因為書童專家吼實在很等人寫個哦，家下體育館陳寶寶嘅店啊，面向實在出太頭好呢啦。製作人講，這一關做好多客家話就 OK 嘞。至天使館先生可以買個東西喏，哎，去也就對了。
它是你白的，讲嘛个，讲嘛个好盘的啊。也只素菜啊，伊莫看见木木的哦。啊磨啊磨啊，头摆了尾啊，迄只摊空，摊空。嘿，来稀稀落来。没有香啊，你请咖啡糖哈。嘿啊，迄个咖啡糖，只有这只稀稀落来啊。一个就黑啊。嘿啊，你看那你嘛个东西。咖啡厅坐下来，好好吃东西、喝东西。对呀，怎么会？他说这里就是哦，啊，明明就是杂草丛生啊。这门鸦片头白就会矿工的办公室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石头在这样，它是天然的，它可以调节里面的气温。因为它有天然的那个磁场，就像那个磁铁一样。这个而且是正在之前石敢当啊。咖啡厅坐下来，好好吃东西、喝东西。对呀，怎么会？他说这里就是哦，啊，明明就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你看，有马蹄边，这就是一这石头嘛，可能有神明呐，哦，要拜一拜，要拜拜。哎，这石头好大哦。对呀，体旁边的嘛。哎，这跳杆，那边跳杆。跳杆咯。哦，王先生。态度吧。态度吧。态度哦。你看你有马个贴片？我这样仔细看，还真的有点特别哦。哪里？就一个房子里面，你看它的窗户很特别，中间是还有多角的，然后就是两边是圆形，然后呢，最特别的是，哎，这个是石头呢，一个大房子，然后旁边竟然有个石头。来老大，我就阿公住门嘅摊矿啦，老大嘅摊矿，然後我就過啲時間就一睇生頭，本上我細隻嘅，結果家嘅來勘察員工，還有2/3都大下，是哦，哎，所以都冇辦法曬，太大了，哎，乾脆我們就跟他做朋友，哎，來留下，接受他，哎，變成講就。同嘅安尼吼，就安尼結起咯，地包一般，蘿蔔一般，你就偷偷嘅順當嘅偏瘦嘅邊度嚟。你聽得懂嗎？真的是，我剛剛就是這樣想說，你是用鑿的嗎？這個石頭真的是另外一邊，對，還在嗎？還在啊，還在哦，都在我看那房子裡面哦。對，在我店裡面。那來去看好嗎？老闆帶路，老闆帶路。哇，你看，端正哎。就是一般都要比你有个洞，你要喷得上锅啊！真的，哎，你要喷得上锅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石头在这样，它是天然的，它可以调节里面的这个气温，因为它有天然的那个磁场，像那个磁铁一样。它会随着外面的气候呢而改变里面的一个温度。你好像顺哥哦，都会研究。真的不骗你啊，这个而且是。正在之前石敢当啊，这它就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对，就像家人，把它当好朋友、好邻居。是啊。那个摊空还所在的那边，都兩鄉殺嘅，要問下嘅木嘅順堂嘅落去。哦，是這樣。順堂嘅落去。係，那麼行嗰10分鐘嘅嚟啦，我嗌到帶當前面到。哦。係。所以呢，鴉片條白就會礦工的辦公室。對，就廠長嘅辦事處用嘅。可能台灣一般每款門員都會用嘅啦。佢曬咗當久嘅，嗌做標頂，叫做空頂當，就唔係講佢曬咗我天天當來開。哦，唔係。因為我佢曬咗落去，嗱叫因為人家講天動難搶嘅。對。啊，叫順堂嘅天頓嚟就等於都嘅買一拆。啊，公主講就大張嘅基本嘅語言嘅，叫做講，冇講你查下睇下把身上冇人過嚟啊。哦。那就冇，咁樣。把一些基本的錢出嚟啊，保留那個還是有用到，我可以一啲填表咯。既然來到nhà ăn等陣呢，咖啡糖，就愛來零咖啡，好嗎？咖啡。老闆，我們剛剛點的咖啡好嘅麼？有可能沒辦法準備用。沒有，媽媽沒，調解了。哎呦，調解了。哎，安子 C 哦，來，好有氣質哦。安子 C。哇，原來鐵絲館嘅業務先生係講一間咖啡館咯。
就家家讲嘅房天嘅天空就係第一啦。而係關於演舞後，就來比搖茶，看埋搖出嚟嘅茶好青島就贏了。兩位安排你哋演出後，一下應該係很流氓嘅咯嘅呵。看晒人家都當認真嘅款嗬，一係關啦就過關你啦。接下來面向唔再連家比好講客家話就做得了。家識得你小位嘛嗰段時間。好。小嘅咖啡，哦，小嘅咖啡，咖啡，真係小嘅咖啡，東城區，南部人都講過去，過去，對，東城區，南部人。東城區，就東先咯。好，小嘅咖啡，小嘅咖啡，東城區，食咖啡，甘嘴面，唔好講人嘅是非，唔好講人嘅是非，不能講人家唔好講人講是非，唔好講人嘅是非。喝咖啡不就是要聊是非吗？對呀。哦，那是年輕人的術語，這年輕人講的。在打嘴鼓做的，佢實在是非唔會錯。這樣很正確。再講解一版。你看到，不然食咖啡呢，食落去哦，佢嘴面感。意思就是講，嘴較貴啲啦，嘴較甜啲。東鄉哦，東泡蓮哦。其實唔可以講人嘅是非，唔好講人嘅壞話。講人嘅壞話，因為佢講嘅要嘅唔係好，佢打翻人嘅感情。打翻人嘅，對自家嘛唔好呀。看人哋演舞客啊，要看到好嘅東西，看到人哋介紹安好嘅美食，教客家話，要啲唔好講人嘅是非，人家比就錯嘅。到目前為止，面向已經學嘅17幾個客家話，接下來就來念書了。一個點邊啲要做嘅？皮，我練青島嘅。皮要做乜嘢啊？你念咩青島啊？哦，來，不是，水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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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墨做青島嚟的。來，過來，圓，過來，弄得很均勻的。圓。那個你碰碰嘅，青藍那個背景哦。所以同頭腦還可以哦。那我來挑這個就好了。哦，冠，然後呢？跑，過來，笑，過來，豆書嘅豆，過來呢，豆。恭喜面向順利拿到通告費了，觀眾朋友，看睇前面嘅演舞客係咪學到當道嘅客家話呢？唔講係每條公婆，係你做參視片嘅阿明哥，另外還有做反正嘅阿公，大家都當認真，當散忙嘅做自家嘅工作，有自家嘅一片天，也得嘅精神，當得來好事噃。演舞客下禮拜再見了。